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东桥重划区首次来引进53席的智慧停车柱，另外也因应地方社区的要求，5个大社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沿路呢来设置5支的智慧充电柱那我想台南市是这个发展智慧停车最快速，而且范围最大，而且营运的时间最久的城市。那我们也在第2期呢扩充我们智慧停车柱的功能，加上智慧充电桩，对于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充电的时候来顺便补电，然后解决他们的里程焦虑，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在这个东桥重划区来扩大建置智慧停车柱以及相关的充电柱的效果。那希望可以解决民众停车跟充电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目前我们永康区东桥里的人口数已经破万了已经来到10500多人那未来这1-2年大概有将近4000户要入住以及新建当中可能未来人口是会来到2万人的那么多那东桥里我们还有总图，还有大 7， 还有很多的公共建设在我们东桥里，所以我们的观光客，我们在地的人口数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很多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停车位，还有一些充电桩。以我们社区而言，很多住户他必须另外一台车停在外面，或者是停到公共的停车场去，那变成造就于说，其实我如果晚上，大家下班回来，其实路边停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们当初会争取这种电动桩，也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车位装电动桩，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访客。因为外地来的，他可能想要充电，他找不到充电，那可能他在这种路边，他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这边总共有5个智慧充电桩，总共要在深设置53处智慧停车柱。所谓智慧，就真正是全能，就是说停车付费就一次完成，就不用再拿纸本的停车单，又担心被雨淋湿，又担心被自己忘记了，造成不必要的罚款。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智慧停车柱跟智慧充电桩结合在一起，也获得了财政部的这个表扬，获得2次的金擘奖。我们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台电的支持，因为这边就必须要在大楼盖好了以后，人行道做好了以后，才可以开始设置智慧停车桩。因为如果大楼没盖好，那可能很多管线然后布线，人行道还没有设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智慧停车。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施作的顺序来在一些重划区已经有人行道的地区，大楼已经盖好的地区，因为大楼盖好才有住户，住户才有这个使用的需求嘛。我想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台南市更快速的迈进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也感谢刚刚提到议会跟台电跟交通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南成为一个智慧新都。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彰显眷村美食的特色，甲较早过年的闹热，台南市北区公所甲文资协会举办了眷村文化美食节，会中有超过100档的眷村美食嘉年会，一透早就吸引民众来采买。文化局嘛邀请现代台文系师生现场写越南语甲台语字的春联，相当特别，嘛互外籍学生提前感受台湾过年的气氛。眷村年会大家一路向北，总算伫北区的阿嬷，你看市一龙道开市，腊肉、咸菜、香公公、公公香。蛋糕台间的山东大饼，啊，搁有这档山野头，头家手无停过，心里强强滚。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所以眷村文化一直以来，我想都深刻的刻了在很多长辈、婆婆妈妈的心，所以年货大街，尤其过年快到了。
我想办一个年货大街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希望借由这一次的一个建春美食节，能够活化我们在地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空间。那最主要呢，我们也让我们的眷村的一些老伯伯，或者是我们的新一代的我们的眷村的子弟，能够去了解他们自己早期的一个在地的一个眷村文化。活动时间为1月9号到13号，连续5天。组织超过100大的眷村美食及年会，每一天也有200粒包仔免费送。文化局更请来新台台文系师生，写越南语甲台语字的村仔现场发送，也搁带日本学生来体验过年的气氛。小素食，到日本嘛，小可相像的，不过无共。我是感觉这个无共的文化足赞。因为每一个所在，每一个语言，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台湾有多元的文化，其中眷村年会大家有那是台南的年节庆事，更是传承眷村文化重要平台。希望有更较侪民众会当来感受眷村文化的魅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南关山三大庙王石甲游社是台南重要的传统民俗，市府为了保存相关的文物，文资处特别启动了调查计划。第一期针对林寿宫甲境内14间庙宇为主，不止整理出4000多件文物，更发现昭和时期拍面宋钢钉面谱。桂林林寿宫是南关山三大庙之一，王石期间境内拢有大规模的角头庙扛顶头，场面相当壮观。文化部公告是重要民俗，台南文资处为了保留这项文化，启动第一期调查，针对因手头的物件来做清点、做册，然后甲数位化。伊这个名称叫做呢南关山三大庙王石甲游社，搁较后西镇吼，有武镇，嘛有文镇吼，这镇头呢吼，因要安怎来去保存吼，这需要呢咱仁寿宫，阮过去就拢有伫甲协助。专业团队会协助庙宇了解相关的收藏方式，嘛整理出4000多件的文物，当中发现仁寿宫以文件、相片、牙印等资料为主之外，其他拢是镇头所使用的兵器甲道具。看到早期吼，无共款材质的这个相工的家私，比如讲像台南咱看到的这个白部分，包括即马看到大部分拢是差较济。毋捌看过金属的，因为金属的重，看到这种较特别的，我就甲因交流这物件是毋是会当好好留。另外，上有历史价值的，包括仁寿宫开基保生大帝神像、看那头清水宫日治时期拍面宋钢钉面谱，以及公馆边清水宫宋钢钉备忘录文稿等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农业部伫去年11月28正式公告东山175休闲农业区的划定生效。为了庆祝这项好消息，东山175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特别举办一人一菜共餐的庆祝会，邀请各界贵宾甲会员做伙来品尝东山的美食，现场是闹得滚滚。3、2、1，请揭牌。随着农业部正式公告，东山175休闲农业区正式生效，在地团体为了庆祝这项好消息，以及进一步凝固大家感情，东山175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举办一人一菜共享共食活动，让会员朋友接量报名。我们正式通过农业部的公告哈，我们成立了休闲农业区利用这个机会我希望凝结在地感情哈。所以我那办这个揭牌，而且揭牌我想讲会让它热热闹闹哈，所以我就将阮所有伙伴哈，希望伊每一出一道菜大家共同来享用哈这是一个凝结感情上好的方法啦。透过东山175休闲农业区的成立，协会未来也将更大力行销东山的观光甲美食，更希望会当推动在地生态旅游。希望这阮后摆要行的是一个生态旅游的部分，因为阮是山区，阮这个生态足丰富，变将这个生态甲保育落来，互甲外口的人有互动有
有一个经验的分享吼，这是我们努力的所在。因为山顶，阮的特色就是阮适合一件生态旅游，生态旅游是目前嘛算一个介主流的一个旅游方式啦。参会这天，台南市农业局代理局长陈仲杰、台南市议员赵坤元、李宗翰、蔡玉辉，以及前台南市观光旅局长郭正惠等各界贵宾也拢出席参会，甲会员朋友做伙用餐，欢喜庆祝东山175休闲农业区正式上路。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由议员林美燕号召慈善团体所合办寒暑假弱势学生的免费营养午餐资助计划，今年已经是第11档。寒假将于1月21号开始供应，将帮助11间国中小有365位学生。使人感动的是，该活动会当持续，除了善心人士甲团体联动捐款，也有就是受助学生已经知影感恩回馈。来自台南市南区、安平区各校代表受助学生的校长拢招教，要感受寒假期间同款当享受营养午餐的爱心行动。由议员林美燕号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空金慈善爱心会、中华九子慈善会以及英美西主会等团体赞助，已经迈入第11档。虽然今年寒假有较短，不过爱心无拍折，而且除了营养午餐，包括学校提拨的急难救助嘛，同款到3工。这个专户不只是做就是营养午餐的专户，包括就是在学校如果回报过来的协同，他如果家庭经济上面受到困难，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适度会在理监事马上会开会，然后从这里面拨一点钱去关心这些小朋友。家己学生的健康守护甲家庭经济上的辅助，全年接受捐款的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嘛，感受这份爱的循环甲传承的力量。以后在社会的时候，踏入社会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回馈再给我们的社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受了很多的帮助，那他们也感同身受之后，他们也把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能够继续再传播，在爱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延续活动。今年寒假总共18间国中小有365位学生受帮助。教育局嘛代表感谢各界爱心行动，这是另外一个10档的开始。政府的资源有时候有限，那透过民间更多的资源加入，其实最大的受惠者还是在于孩子的身上。所以讲，我咧做这个工作时阵，大概好代志做伙做，安尼较袂孤单。主办单位表示，1月21号东港到4个服务据点领取，同时会发送到2月4号寒假期间的餐券，加上过年前还有小红包，互学童健康平安好过年。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民众做的工艺品，除了传统的纸厝以外，日前台南有一位乌道被庆善完成以后，亲友特别为伊订做大量的军火，希望伊伫另外一个世界嘛当保护家己。根据了解，目前有企业除了打造传统的纸厝、纸车、金铜、玉女以外，包括枪、保镖，甚至塔架，拢会当订做。亲友往生，有些信奉道教的朋友会烧化一些纸扎品，希望亲友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收到。现在除了传统的纸屋、纸车以外，还有生存游戏玩家以及黑道大哥们最爱的枪支军火。这些纸扎品不但做工精良且逼真，就连上膛、退弹夹这些动作也都能完全还原复制。把它滑套可以拉，可以。对啊，那这个是模型的。在设计里面，那弹夹里面可以装子弹吗？那也可以。那把是那个 MP5，对，就是它是一支那个有点像冲锋枪的那种东西，对。
然后会有通常我们都会配有子弹啊，然后几乎是1:1还原这样子。对，啊这一把也是那个属于M16的长枪。业者表示，台南去年有一位大哥被枪杀往生，亲友们为表达思念与不舍，特别花费近10万元定制全组军火，这件事也让他印象深刻。去年我记得有一位道上知名的大哥，他们就来我们这边买了全部就是军火组的部分，对，都买的很够，也有买保镖，对，还买保镖，对。那笔大概花了多少？应该也有将近快10万。除了军火以外，还有人会依照去世亲友生前的兴趣来委托制作，他们就曾经做过 AV 女优、钢琴，甚至连汤给都有。这个人他就是可能是他应该是本身就喜欢有，或者是家里有这个电子琴，对，就生前对音乐很对，就是我们就仿真的做出来，这个花很多时间，因为要去找尺寸啊，然后你要拆解那个图，对，还有细部的部分，对，因为它的那个按钮我们都有做出来。一心金饰纸扎公司老板吴新章表示，殡葬业衍生的纸扎品市场越来越大，每项客制化的作品对于业者来说都是挑战，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完成往生者心愿的使命感。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迈入第18档的皮普公民新闻奖，持续鼓励民众参与新闻制作，关心公共议题。其中，南台科技大学驻团系学生郭迪娟甲杨永琪因所做的作品，得拍派这个大学生提下新闻专题优胜。该作品除了唤起民众对心灵地价的反省，嘛展现该校培育公民新闻人才优秀成果。南台科大资传系学生郭迪娟和杨永琪虽然专长是设计和动画，不过在老师的鼓励下，以形影如仪为主题所制作的新闻作品，首次参加2024 PABLE 公民新闻奖，就击败60几组大学，获得新闻专题学生组优胜，也是科大唯一获奖。另外，该作品投稿香港《中国日报》所举办2024大学新闻奖，也夺得季军，相当难能可贵。政府其实已经给了很多那种交通的改善，但是其实就是还是发生了很多意外，然后就是交通事故其实那个数字也没有下降。那我们就是依照行人的角度，然后去看说，哪一个设施是出现了一些小瑕疵，那我们就采访了一些产官学，就是我们的受众，我们采访的人数比较多，那就是为我们解答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改变？新闻上很多学生都会配一些罐头音乐或是背景音乐，他说其实不需要，就是新闻其实最主要就是要留下你的那个当场的那个环境音，这样子才是可以把最真实的东西留给观众。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去发现一些台湾上的一些可发掘的一些新闻议题。这份殊荣不仅肯定2位同学的创作实力，更展现了南台科大资传系在培育优秀公民新闻人才的卓越成就。2位同学呢，也利用了他们的所擅长的一些动画的技能，在一般的一些量化的一个分析上面呢，做了一些动画的一个效果。所以呢，这2位同学的他们最后的一个成果是值得嘉许的。那我们也希望呢，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呢，能够呢去观察一些社会的一些现象啊。发挥一些你们的一些公民的一个道德感，然后慢慢的把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问题呢呈现出来，让民众呢大概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迎接新的一年，南台科大资传系也将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种竞赛，透过新闻专题的呈现来培养实作能力和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引起社会共鸣和反思。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三民区第2市场内有一间经营50档的手工圆仔店，不止内餡用料实在，对圆仔皮更是讲究，要透过5种的工法才当完成。而这款古早口味，现在市面上已经真歹找到，所以名声生意就真好。一到冬季，遐是元宵，更是供不应求。
在三民区第2市场内，这一家没有招牌的店面，已经有很多民众站着等待，为的就是桌上这一颗颗浑圆饱满的汤圆。只见老板娘手没有停过，不停地将扎实的肉馅包入汤圆中，掐出来的汤圆又白又大，瞬间就被顾客打包带走。古早味的，这古早人在吃，吃起来口味都袂歹啊！当年拢家吃，吃足久啊啦，无足久进来来赶。我拿来菜市啊第1名，古早味吃袂到的啦，很好吃。Q 很 Q， 差不多40-50元了，比较古早味啦，古早味的做法啦，不像有的外面那个都是混下去用的，但是我们都是纯米下去磨起来再揉。原来这是一家经营已经50年的手工汤圆店，不仅纯手工，用料更是实在，难怪生意爆棚。这个是纯手工的汤圆。你假使比较小颗，那个是机器的，当然是那个是糯米粉下去用的，这个是纯米下去用的，这馅都要事先用好了，用很多出去的，自己揉一小颗，这样比较好包。不只是这个汤圆用料实在，汤圆皮更是讲究，繁复的工序多达5道，耗时耗力，但制作出来的古早味汤圆皮就是不同于市售品质，不仅 Q 弹不容易破，放凉了还是一样软嫩不粘牙，让老人家吃了都赞不绝口。还有顾客是专门来买汤圆皮回家自己包馅制作。我是专程来买银牙菜的，银牙菜知道吧？就是那个薄银牙的外皮，就是那个老板娘现在在弄的那个，然后我都回去自己包馅。对啊，然后我从凤山来的，我从凤山专程来，然后先打电话跟他订，已经买3年了，我觉得他的东西品质很不错。米个少龟薄，当磨成这样，较高刚，但是口感比较好吃。老糯米2档2年的老糯米，先洗来磨，来脱水，来较烂，较包，头无改。古早味的汤圆现在在市面上已经很难能看到，这里平常日就能卖出200多盒，一到冬至或是元宵节更是供不应求。想要品尝古早味汤圆的民众建议早一点定制，才不会落空。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为了记录台湾查某囝林玉婷成为台湾第1位摕下奥运金牌的无身躯选手，中华邮政伫伊的母校英歌高中对面设立奥运金牌邮筒。对此，林玉婷嘛出席启用典礼，鼓励大家勇敢追求梦想。3、2、1，请击破！我们给予我们台上的长官贵宾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哇，我们中华邮政金牌邮筒正式启用。为记录台湾女儿林玉婷成为台湾首位夺得奥运金牌的拳击手，中华邮政公司在林玉婷的母校英歌国中对面设立了奥运金牌邮筒。12月20号举办启用典礼，林玉婷也出席见证。中华邮政表示，这座特殊的邮筒不仅象征着林玉婷的荣耀，更希望借此启发所有人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无惧困难，坚持到底。中华邮政为了让玉婷的精神能够继续的发挥，也让能够成为全民学习的对象，尤其遇到困难能够坚持努力不懈，坚持到最后1分钟。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很值得学习的。我们中华邮政希望说，能够让这个邮筒的设立，让整个精神在全台湾能够继续的发酵下去。林玉婷是台湾史上首位拳击奥运金牌的选手。林玉婷说，过去看到林洋配等选手的金牌邮筒，让她在心中也立下了目标，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有一座邮筒是为她而设计。现在我做到了。借由这个邮筒，然后可以设立在这边，让就是不仅是路过的学弟学妹可以看到，甚至是路过的路人们都可以看到。那其实希望说借由这个金牌邮筒，可以让大家可以以我的一个经历，然后作为一个学习，让他们可以好好的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勇敢去做自己然后想要达成的目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动现场，林玉婷英歌国中的学弟妹们也上台，将写在明信片上的感谢的话投入金牌邮筒中，要寄给感谢的人。我要感谢我的辅导洪明根老师，谢谢你支持我走体育这条路。虽然这条路很艰难痛苦，但在我比赛拿成绩时，你总会奖励我吃的和喝的。还有，在我想放弃这条路时，你独自的把我叫过去唠叨了几句，
叫我不要放弃，把这条路好好的走下去。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的教导。但在这学期，我要担任学生会长候选人。其实我有点害怕在全校面前演讲。可是我看见全班都非常积极地帮助我，这也给我勇气去面对这一件事。老师，您没有说错，我们是最优秀的团队。在我当上会长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因为是我们做到了。老师，谢谢您带领我们班，我也明白804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明年我也会继续努力的。3、2、1，请帮我投入，请投入。是的，那我们也给这2位同学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还有谢谢冷经理，也谢谢校长，谢谢。为了向台湾拳后林玉婷致敬，中华邮政还推出了台湾女儿林玉婷邮折，每本内含林玉婷结合永续邮票个人化邮票，售价新台币500元。即日起开放民众在板桥邮局辖下的支局预订，也可以在 i 邮局网站订购。记者吕奇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月9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啦。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拉你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啦。关注好的内容，让生活不再迷惘。善用网络，转出精彩人生。现身和投资群组，传
授心法，陡升获利耶！下载 APP，投资储值。等一下，